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咱的宜兰南方澳啊跨海大桥倒落来，引起上少10个人受伤。事当时油罐车的运将对着桥规个下落来，规身躯全伤。即卖以详细的情形恢复了啥款？咱连线记者杨湘竹来采来了解。湘竹。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在宜兰的罗东博爱医院为您守候在现场。那么这一名在油罐车上的张姓驾驶，经过了1天的治疗之后呢，现在的状况是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那么医师呢也不排除在下周他就能从加护病房来转到一般的病房。来听听看医师的稍早访问。那今天早上张先生的状况，目前他的血压非常的稳定哈。那胸腔引流的量也比较趋缓一点。那当然，目前他比较要特别注意的是昨天做的那个栓塞的一个部分。那大概我们预计安排明天会安排一个超音波，来看他腹腔内那个出血的状况是不是稳定。今天的重点还是在观察他的一些生命真相。那目前他的氧合浓度都可以达到100%，他意识也很清晰，也开始有点稍微的一个进食。透过画面中，您可以听到这名张姓驾驶的主治医师呢表示，现在张先生的状况在经过昨天的栓塞后，目前他的血压是已经逐渐的在趋缓下降当中。那么明天呢，也将为他安排超音波，来看看他受伤的左边腹腔这一块是否能够进行手术。那么意外的话，是会预计在周5的时候来安排他的左腿以及左边肋骨骨折的这个固定手术。那么手术时间大约会进行4到5个小时。那目前张先生他的意识是非常清楚的，也是已经可以开口说话，并且可以稍微的来进食。那么院方表示这个女儿呢是医院的护理师，那么她也是非常的担心这个父亲的状况，也都是随时的待在旁边。虽然这名张姓驾驶呢，他的意识是相当稳定，但他仍是非常痛的状况，因为他的全身有多处严重的外伤，因此现在医院还是用药物来治疗他疼痛的现象。那么据了解呢，他的家属人数是非常多的哦，很多的家人也都是已经来到医院这边陪在身边，也是希望张姓驾驶能够尽快的来脱离险境。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现场情形，先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湘如，赶紧要来关心宜兰南方澳啊跨港大桥强倒落来，影响到伤亡真严重。另外这方面嘛，影响到讨海人今仔日要出海拢无法度。咱要赶紧来看交通部部长林佳龙上新的讲法。社会的一个关心哈跟这个捐助以外我也特别指示港务公司要来积极的、很快速的、从优的来办理。好，来那个次长你说明一下刚刚的重点。好，今天我们第3次的工作会议部长做了非常多的决定跟指示哈。那以下跟大家做简要的说明。第一个就是目前我们早上又寻获一位大体，那目前我们研判在 A 船研判还有1位失踪者，那 B 船跟 C 船也还有1位失踪者。我们目前的作业还是全部以寻找失踪者作为最优先的工作。所以包括目前在 A 船的作业，我们的潜水员还有工程人员目前也还在进行搜寻的这个工作。那目前 A 船的作业，我们搜寻的同时，我们会来进行后面要来拉上岸来进行切割。那目前现场都在进行中。那 B 船跟 C 船我们也是持续作业。那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刚刚国防部长已经跟大家说明，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渔民临时进出水道的布设部件。那这里面除了我们水下工程的一些切除的工作之外，我们的航港局港务公司必须要配合来进行水道所有的警示标志，甚至于导航、通航的这一些安全的管理措施。那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希望可以全部来完成，明天就可以让大型的渔船来转移作业的阵地到第10号到第13号码头。
那小型的渔船，我们会排定时间，可以让小型渔船可以安全的进出。那另外，今天我们的调查工作持续进行，我们调查工作一直都没有停。那尤其在我们目前的水下作业，我们的专家小组也有协助进行作业模式的划定，还有现场的监控。那调查报告，我们会尽速，在特定阶段我们就会来提出来。今天我们也针对后续我们破损结构的拆除，有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讨论。我们希望我们的调查小组赶快进行现场证据保全之后，越快越好。经过检察官的认同，我们可以完成第一线的调查跟证据保存，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场来进行目前看到水面上水下桥梁结构的拆除的工作。这一部分我们会预先做好紧急采购，可以进场的时候就进场，让我们渔民可以早日恢复他正常的作业模式。今天我们也针对后续桥梁的新建工程，部长也特别交代，我们由公路总局全面来协助后面的工程规划、发包跟施工。我们希望最慢以3年作为目标期程，我们新桥的建造在3年内就可以完工启用。当然这部分我们也有跟地方政府、跟宜兰县府、跟县长也达成一些共识。从目前开始，所有的交委的工作，我们也很感谢宜兰县府的协助，包括动线、停车空间，甚至于我们也谈到一些渔网作业区，我们也协调请港务公司来提供固定的渔网的作业区给渔民来作业。那这样子，我们的通道的进出就比较不会有阻碍，那也比较会多出一些停车的空间。这个港务公司昨天有特别提到说，这个桥已经3年没有做检测了，这部分到底是如何啊？这个部分我来回答哈。我们桥梁的检测跟维修是2个工作，检是去检查，修是有问题的，我们就要去做好维护去修复。所以一般来说，检查完了以后就会排程去进行修复，所以我们会常常把检跟修这2件事情混为一谈，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依照目前中央的进度，我们也都有做中央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桥梁检跟修的这一种追踪、考核，甚至于评比，每年固定都会做。这个是由我们的运输研究所在主政，所以后续我们会把这一座桥梁从港务公司接手之后，每年的检修的相关记录，我们会做一个完整的整理之后，来跟大家公布。不过港务公司有否认说钢索锈蚀，但是像是建行科大的报告跟雅欣都有提出过这样子。那现在2个单位都对这个港务公司是有质疑的，那这部分到底是有没有钢索锈蚀的状况？这一部分我们的调查小组一定会去检视所有港务公司接手之后的检修的这个记录，我们会整理出来之后，再来跟大家做完整的报告。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来整理所有的资料，然后来跟大家做报告。来，我说明一下在外界关心2016年宜兰县政府委由健行科技大学所做的检测的报告那在我的要求之下
已经对外公布，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参考。那因为检修包括检测跟修复，那检测的单位有没有落实，指出问题？那修复的单位，有没有依照规定办理？这些资讯呢，我们现在已经在调查当中。那如果有涉及到任何的疏失，我们在查明之后也一定会究责，会对社会来做说明。那目前除了我们交通部成立一个专家小组在进行行政的调查以外，运安会也有参与我们的小组。那我们也跟检察官密切的配合，所以这一些资料也都会同步提供给独立机关跟司法单位来进行我想更具有公信力的调查跟责任的追究。部长，你这也相当辛苦，关心这个搜救的进度，想要请教你昨天大概是待到几点？我昨天就待在南方澳，那因为最后我们大概潜水人员在2个地区整个就是监测然后录影完之后呢，我才离开，所以差不多到3点多这样今天一早我们大概6点半就展开资讯的汇报。那我想我们对于在第一线所有协助救灾的同仁跟志工我们真的是充满感谢。那我们就是跟大家在一起那能够来这个鼓励大家也感谢各界对整个救灾工作的一个支持。就确认一下我们目前的那个人数的部分到底是几个人呢？因为刚刚好像听次长说，A、B、C 船上面各有1个人等待救援，是吗？目前在6名失踪的这一个就是渔工里面，我们已经有搜寻到4位，那也都经过船主的指认，那另外2位这个还在搜寻当中。想问一下，刚刚说国防部长说总会要进行水下切割，那有考量过因为这个船体上面的拱门，我来回答。好，切割的时候考量过有可能切割过程中上面有可能会垮下来的风险。是。好，我想请黄正次来说明。这一部分，我们的专家小组昨天已经做好了完整的评估。我们专家小组昨天有分3组，到现场，从水面、水下，还有这个桥梁上面去观测出来，定了位，那也做出了决定。那我们专家小组在整个作业过程也都会派员在现场监控。那我们针对每一天这一座桥包括我们渔民的通行，还有所有我们这个救护还有相关工作进行中间，我们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标准作业程序所以请大家放心。市长，所以现在在开通这个河道，你们最困难的点是什么？目前事实上开通河道的主要的工程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来确认我们施工过程中的结构安全那这一部分经过我们专家小组来确认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要做好所有的应变的这个计划。那这一部分要特别感谢国防部我们有1组的工作人员。那另外我们也有备用另外1组到时候如果功率或是需要支援的时候我们有另外1组7个人，都是非常资深的水下工作的这个团队我们也会待命来提供必要的协助。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交通部上新的说明，拄则政务处长嘛特别讲到，这个伫咧修理，也佫有这个检查的部分，这是2个部分。嘛有讲到，若是有失角差的所在，就会进一步来追究责任。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现主席伫咧南方澳这个现场，为昨下晡雄雄倒落来，缀着3只渔船这件代志发生到今已经超过24点钟。为昨暗11点一直到早起时晚9点，到现主席拢总找到4具的尸体，另外佫有2个人失踪，另外统计10个人受伤。即马伫咧现场详细的情形，咱的记者替咱掌握到，也就是伫咧现场，即马伫咧放这个炸油所，详细情形要连续记者陈怡蓉来带咱了解。怡蓉。
的西侧这个桥面这边附近哦。那你可以关注到，其实现在呢，从昨天断桥到现在也历经了20几个小时。那现在国军呢以及相关单位呢都陆陆续续正在搜救，因此你可以看到呢，他们其实已经出动了大型的机具，这边主要呢就是要来清理这个海面上的一些垃圾之外呢，还有就是要针对坍塌的桥面来进行拆除哦。那尤其他们是希望呢能在西侧这个桥面呢清除出大概有宽10米以及深达4米的一个航道，能够让渔船呢能够进出。而此外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也已经有来布设这个拦油索，就是呢为了防止这个油渍呢有可能继续扩散，还有呢就是油渍有可能会影响周边的海域，因此呢他们赶紧来布设这个拦油索，希望呢能够有效的防止油渍继续污染。而此外呢，其实这个断桥到现在呢也历经了一整天的时间，究竟呢当地渔船影响有多少？我们来先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最讲的嘛，什么？我叫最讲无，我唔知啊。伊公司讲是差不多4、5天有困啊，但我是讲是 normal 咯，无have accident， 是港湾啊2、3天啊，足天啊呢，无有困较侪天啊。所以档案都伫遮袂使出去啊？哎，真袂使处理啊，真袂使处理啊呢。你以后要安怎啊？这几天要安怎？我是讲是，我有调阮兜家讲安怎，照管学习就讲嘛，我就讲，照有困我就管安尼尔。你袂当落用啊？我袂当啦。有你的朋友无？有熟悉无？I don't know, but two person 2个无朋友啦，2个朋友真是一个有花，一个也袂花，也袂吹。这个没我那个我好朋友啦。好，可以听到呢，其实这一群印尼籍渔工呢，他们是表示他们跟这一群其实有失联的，还有呢不幸罹难的渔工们，其实多少都有认识。那么也表示呢非常的不舍之外，其实对于这个坍塌的桥面影响他们的航道，让他们没办法出去呢，他们也表示有可能会导致他们4、5天的时间都被困在这个南澳渔港里面了。那以上呢，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先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好，多谢伊阳，咱拄则嘛听到这个渔工讲到，伫咧这件意外内底，其中有一个是伊的朋友失踪，另外伊一个朋友受伤。咱台视新闻嘛掌握到这个新台城船头家和海事工程人员的对话，详细情形继续要散给记者陈英如来传咱了解。英如。好，主播，南方澳跨港大桥倒塌，我们持续守候在被脱离的新台盛226号附近，这里是13号码头旁边哦。就在今天早上8点48分，寻获了第4具外籍渔工的遗体，而江姓船主听闻消息，也立刻赶到，要询问海事工程人员最新的进度，马上带您了解现场情况。网有在底无？网啊，有网到涂骹，还是搁在船后壁？我无注意网。我在基层那段，最清啦，基层那段是挂迄粒拢伫水底啊啦。我知啦，我即摆意思讲，我后壁有网啊，迄堆网啊是30栋，30栋的网啊挂胭脂啥，迄个网啊是伫船啊摕着，还是倒出去外口是？倒出去啊啦。我意思是遐个网啊，你也方便，你就加看网啊是伫个伫船底，还是倒水外口？无路边，安怎讲？所有的杂物都堵住所有的路口。好，那个就不要进去。我现在一个确认网啊的话是在船，还在船的外面，已经外面了。你大连第14万年，迄没有到我的网啊的要1/6啊。网几看？你帮我看迄网啊。对。我意思讲，你即摆帮我看网啊是，一定在船外无？我即摆无脚趾，我你讲，伊迄个脚趾。内底网啊14万年。脚趾的对。脚趾后壁。哦，脚趾的后壁嘛。即摆分做2段，安尼哦，一个顶悬，一个下骹。换一下。可以看到江姓船主他是整夜都没有合眼，待在南方澳跨港大桥这边，陆续有罹难者被找到。他也表示心里实在非常的难过，对于发生这样的意外已经透过仲介公司紧急联络家属。目前266号渔船预计在中午过后翻正，以利海事人员搜寻。如果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为你更新。
多谢英如，人咧讲无风无摇倒大桥，南方澳啊跨港大桥规个放落来，一寡专家为画面来判断，讲降速可能成为生鲜才会登去，桥才会规个倒落来。也毋过今仔日负责保养的台湾港务公司教立法院赖碧纯认为讲原因应该毋是安尼，咱做过来听详细的讲法。在105年的这个检测里面是没有发现锈蚀的，这个问题需要去做改善的。那在105年的上一次的话，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锈蚀的状况？因为105年去做检测的时候没有发现有锈蚀，所以应该是在105年之前，我应该就没有这个锈蚀问题，不然在105年检测的时候应该不会发现。时隔3年，现在断裂，那中间是不是这3年有发生问题？这个东西可能必须要做一些进一步的专业去调查。好，现在我不敢去做相关的判断。所以可以排除没有锈蚀这个原因了吗？初步可以了。我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专业调查。那调查的结果可能我在这边说可能不大适当。所以也是说，港务局这3年有可能是都没有去看过吗？还是有看过？因为桥梁的依照这个钢构桥梁的这样检测规范的话，是2年要检查一次。但是如果管理机关同意的话，是最慢不能超过4年。所以我们在105年检测之后呢，我们在109年已经编列预算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测了。那刚好今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不幸的事件，所以109年还要该执行的还没有在执行。所以107年有可能应该还要检修一次的，应该照2年检修一次的话。他是说检测一次。那我们应该在105年已经做过相关检测嘛。那106、107我们都投入改善了嘛，所以我们再把经费编在109年，不超过4年的期间内去做进一步的检测。健行科大在105年的时候，他们中心现在表示说就已经发现有锈蚀报告。应该没有，他的锈蚀报告当初宜兰县政府有移给我们，请我们做相关的改善，里面没有发现说钢索锈蚀这样的建议。跟锈蚀是有一些钢体结构，我们像有一些桥梁，它本身就是钢结构的，所以有一些钢的栏杆啊，或者是主要的桥底是有锈蚀。我们这个我们都有照片照起来，然后做相关的改善，前后都有照片可以去检查。那所以他们当时的建议，如果没有这个钢索锈蚀的话，那他们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是希望你们能够改善？像伸缩缝。像路面有一些像照明都有在改善的项目里面，那我们大概已经把它清查出来，相关的要求我们做改善的，我们大概一一比对，我们都改善完成了。那明年这个500万原本是预计要改善什么？500万做检测，就是不超过4年要检测，所以我们明年109年刚好第4年，所以我们要做检测。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从昨天事发到现在，既然你们说报告都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都不公布任何报告给媒体看或给大众知道？我们没有说不公布，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宜兰县政府移给我们的是整个的桥梁检测的有关廊号部分的东西给我们。那我们收执后是部分的报告，那完整的报告在宜兰县政府的手上。我们没有说报告不给大家看，没有这样的情形。像这种结构中间没有桥墩的，是不是面对到天灾人祸的话，风险会更高一些？您是说桥的部分？是，对，桥墩的部分。桥墩的部分，因为它的这个设计是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桥梁的设计的。那我相信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应该都是专业公司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应该在达到相关的技术水准的。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台湾港务公司的总经理陈小龙上新的讲法。即马到底是安怎无风无摇会倒大桥？一人讲一样，无人讲亲像。头一个时间，有人怀疑讲可能成为美塔风台风上过头，嘛有可能成为宜兰透早半暝有地动的关系。另外，去年外口爆发电款的时，有人起交疑，讲大只货车逐工载肉粽甲，安尼来去，可能去跌到桥，破坏桥的结果。即马拢需要进一步的单位来了解。2014年。建行科技大学教授陈明正就捌检查过这条桥，事当时伊就发觉讲桥牛条已经锈甲真严重，已经甲负责的单位来报告，刷来敢有保养无清楚的问题，即马搁再发生意外。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理事长嘛认为讲上主要原因可能成为桥的牛条旧去，才会发生意外。
南方澳仔跨港大桥放弃，现场的画面是互人看了会惊。敢讲就是因为一台中油货车经过，就会当甲桥底歹去。捌伫咧2014年受到委托参加南方澳仔跨港大桥检测的建行科大教授陈明正，别讲当年早就发现桥有可能会放弃的问题。海边结构嘛，会有生锈嘛，有生锈就是要保养嘛。有提出建议说它生锈了。当年受到海风来吹，港桥受气生生，早就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但后续负责管理维护的台湾港务公司嘉人分公司是毋是有真正来加强维修，就爱了解好清楚。毋过恐怖的桥登去的画面，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理事长看到放弃的过程了后，就讲受气生生就是放弃主要的原因。比较有可能的原因，确实是落在所谓的钢件，有可能在固定端部分，可能经过长时的这种侵蚀而生锈。在这个某一个时间点呢，它因为桥面的一个重量部分呢，它撑不住之后就整个断裂了。伫咧1点54分的时阵，花莲附近发生地震，宜兰最大震度有4级，地震甲桥放弃敢有关联？钢件你只要有东西过去，或是有风、有地震，它去摇晃的这个过程中，它就有反复的一个拉伸的状况。阁有专业的技术认为，桥墩基础拍伫咧海内底，有一寡死角，干那用目睭看是无法度看到。若要干那靠平常时的检测，其实嘛是真歹看会出来。当地南方澳仔文史工作者认为桥长期袂当热风台，怀疑是去年外风波堤咧修建的时阵，载着沉重的肉粽的大货车，逐工拢伫咧桥顶悬来行去，有可能早就已经破坏这座桥。负责管理的台湾港务公司嘉人分公司初步了解，伫咧2014年捌委托学者勘察了后，最近一届检修是伫咧2016年，而且有来编500万的费用，要伫咧明年2020年进行大检修。但是这3年期间，到底是毋是有其他的检修记录？南方澳仔跨港大桥放弃，是认为也是袂当咧海风来受气，这个原因就要好好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桥倒落来时，一只油罐车拄好经过嘛，对这个桥规个卸落来。中油董事长欧家水伊嘛特别讲到，会斗相共稳将来处理刷来这代志。详细情形，咱继续连线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就在昨天，南方澳跨港大桥是发生了坍塌坠落的意外，而就在断桥当下呢，其实有一辆中油的油罐车刚好行驶在桥上，也跟着断桥呢一起坠落到岸边哦。车上那个油罐车驾驶呢，他是有内脏破裂跟全身有一些骨折的情况，目前都还在医院开刀救治当中。中油公司表示呢，会来全力协助驾驶。赶快来听中油董事长的最新说法。滑下去所以滑下去跟落海有什么差别？它是在那个水泥的地方滑下去，它就掉下去了嘛。对，然后因为有那个摩擦，所以那个车头那边就起火。所以起火跟漏油没关系吗？对，没有关系。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油槽的部分完全没有漏油。那我们昨天已经把所有的油都抽光了。这是第2个报告。所以油抽光，那车体呢？那车体的部分，它那个燃烧的部分是因为滑下去。我知道，那车体有在处理吗？什么时候会？那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在处理，把车体会吊起来，然后已经把那个所有已经抽光的那个油槽也会整个吊起来。那我们司机现在的情况如何？那司机昨天已经那个内脏止血，那今天会继续开刀。所以我们只有1个司机，有没有随车的人员在上面？没有。OK， 那中油公司表示呢，其实他们会全力来协助这个驾驶还有家属来处理相关的后续事宜哦。而其实外界都非常关心说，这样油罐车坠落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发生车体漏油的情况？因为当时车体其实是有一点起火的。对此，中油公司表示呢，他们经过详细的检查，发现车体本身是没有漏油的，而且他们在昨天呢，也把车上的油全部都给抽光了。未来今天早上呢，把这个油罐车给吊挂上来哦。而他们也表示呢，会把这个驾驶的这个安危放在第一，会来全力协助。详细最新，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多谢新杰，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南方澳啊长桥意外，互大家料想未到，旧桥安全问题搁一届引起大家注意。其中台北市有307条桥，其中有这个建国高架桥、旧宽南高架桥，当地当的强度无到6级。另外，闽关大桥的桥条规个嘛塌落去差不多30多公分。市长郭文德下正针对着台北市桥的安全问题接受访问，咱做回来听郭文德详细的说明。细节这个让公务局回答。不过我们是这样，我们是每2年会做一次调查，那按照调查结果再去做补强。不过好像你讲的那个民权大桥有呈现30公分嘛，好像这个月才报告会出，最后那个检查报告才会出来。细节应该新公处去发布新闻稿。那还要再等报告会太慢吗？我跟你讲哦，这个是我就是按部就班的，反正就是他每2年调查一次，就按照调查结果再处理嘛。常常这个都是，当然有调查都没处理才会这样的。如果按照 SK 在跑，确实在做，不太会出问题。像你昨天第一时间听到那个是雅欣设计的那个桥梁导游比较惊讶嘛，因为他好像也承包很多北市的一些大型工程，不是说因业废事啊，就是我们会针对这个公司做的一些工程，再去做一些更详细的检讨跟审查。其实像这种事情哦，我觉得出事情不一定是盖的出什么问题嘛，通常是还是，其实我们如果是台北市政府标准作业，我们做 RCA 的 root cause analysis 根本原因分析嘛，就把整个事件发生，然后调查前面的资料，看是哪个环节出问题。所以有时候不要具下的，通常是这样的，工程界你知道，如果已经行之有年，工程跟医学一样，甚至比医学更久，意思是说这已经几百年的东西，一定有标准的 SOP 嘛，所以通常是有 SOP 没有彻底遵守的。另外，这方面要继续来关心，拄则咱看到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最近为着阻止政党的问题，另外佫找亲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黄珊珊来做副市长，因为这两件代志敢会影响到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关系。来看到两个人最近敢有机会当见面，郭文德有详细的回应。常常是这样的哈。到底是谁代表民众党去讲？我常常这个世界上很多都叫热心人士啊，常常有时候，常常人家说，你们的谁来讲的时候，我都说那个人是谁，我都不认识。所以通常是这种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我来讲，我都不知道。但是会不会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组了党之后，反而好像结盟上面比较困难，因为大家就是都会对党这个有疑虑。那就当然的，这个就是各为其主嘛，就是你每个党的立场嘛，所以通常坦白讲，要选总统不要有党反而不要选。那现在就是亲民党那边有来跟你做接触了吧？因为他们就说也欢迎你去跟他们。对啊，一定会谈的啦，这个就谈。没有啦，其实我跟老宋交情很好的，这个所以都没什么问题的，这个私底下谈都可以解释清楚了。现在郭台铭那边也说，他们就是愿意跟宋楚瑜谈。那现在就是，如果就是说大家都要跟亲民党谈的话，会不会担心最后就是变成就是大家都是单向跟亲民党来谈的话，可能会造成互相的挤压或排挤？听不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就是说亲民党就是比如说他选择比如说跟王金平或者是郭台铭合作，那在对你这边的话，如果到时候谈不好的话，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排挤的作用？这看是这样嘛。现在我不晓得，大家去跟亲民党谈，我不晓得要谈什么，是谈那张门票嘛。如果这样，他就变成他是做庄嘛，他就跟每个人做庄，他是庄主嘛。那个叫什么庄主还是什么不晓得，但是那个做庄的那个人，这看这一样嘛，有买家有卖家嘛，要买的或者像我们就比较没有什么，我们就是没有打算要选人就好办了，只是说我们跟老宋平常关系很好的，不要因为误会让他对我不爽，然后去把他解释清楚，我们目标只有这样而已啊。是到时候会跟他谈就是立委布局的部分嘛，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跟他谈门票的话。对啊，立委是这样嘛，一定是每个亲民党也希望说他在这场选举之后还能够继续存在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每个人都交换一下意见嘛。像晚上和郭台铭首次替两边的候选人拍定妆照，为什么有蛮部分的一些你们民众党参选人都没有受邀？因为昨天郭台铭阵营有说要针对你们的候选人做一些筛选，他的原因是这个很简单啊，就是说，比方说郭董他如果是找了五个人去选，也不见得5个我们全部都支持嘛，对就算支持他们，支持力道也不一定完全一样。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提名的
他要来站台，他也不见得，他也有他喜欢的，或者他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啊，站台力道也不一样，所以也就是说，很多这种事情我每次说哦，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大家方便就好，顺其自然嘛。你有朋友讲，我们都当8个，你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站一台，都要站一次，然后一定要定妆照。他说我不喜欢那一个，你要强迫人家何必呢？但没有收到通知，好像几乎都是有民进党底的，是因为那有可能啊。郭董本来就是蓝营出身的，他也有一定有他无党籍的没有。如果是国民党无党籍，他比较喜欢啊。如果是那种，也许他也有他的政治立场嘛，也有他喜欢不喜欢。我倒觉得这个事情蛮自然的，就方便就好哎。想问两个反送中现在对年轻人开枪，是不是已经走到那个不可收拾的局面了？第一点哦，当然以医生的立场，然后第一个是问说，那个被打到有那个学生被打，所以我们要先跟他关心那个学生哦，那开那一枪到底，哇，这个老实讲，以我们干过外伤的哦，不小心打到大血管或心脏，当场就毙命了。这个我跟他这一下去。所以说，为什么这种香港是台湾的邻居，又是亚洲金融中心，你知道吗？所以其实香港的重大变动，都影响到台湾。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这样的作为人类，你知道总是关心另外一个人类的安危嘛那也有医生的立场，他们今天找幕僚跟我报告，结果第一句话是问说那个打有没有生命危险？有时候职业病，你知道就问说他是打到哪里不过这样的这个。一个学生被警察开枪，这听起来就很耸动，你知道吗？但我们还是关心那个学生的健康安危的不过还好，听说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这样的这种纷扰一下去，你知道，难免擦枪走火，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危险。你想想看，如果昨天那个学生被打死，哇，这个今天一定是世界头条然后，所以有时候这个北京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还是要面对问题我一再呼吁，你知道年轻人会不满，会上街头，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有愤恨嘛。据我所知的，香港的高房租、高房价，这已经变阶级剥削了，就是那个没有房子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香港要想说，我们台湾的高房租、高房价要小心所以绝对不要相信说200万的人民，一个700万的地区有200万人会一条法律条上街头，不可能他一定是有一个潜在的愤恨不平所以还是。我觉得北京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还是要面对事实，这民怨到底是什么？要去真诚的面对问题去解决不要老是就说这是 CIA，这是台独，这是港独合作，不然你有办法，你看你有没有办法去纽约搞200万的游行？不可能嘛！昨天统促党在台北市那个车站前面来办活动，然后呱吉就在脸书上骂说是否没有作为，虽然举牌了4次，可是已经让他们演讲完也跳。我跟你讲这个是这样的，我昨天警察局长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依法行政呢。自然如果有那个举牌1次2次，他一定但我跟他讲说3次就被驱离了不过他说我第3次跟第4次只差1分钟不过是这样的台湾还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所以我觉得这样。要么修改法令，如果没有修改法令，我还是交代警察同仁依法行政，因为还是我们希望说，所以这样的，如果他来申请不行就不行，不行有不行的处理方式嘛。所以我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指责台北市有没有依法行政，但是你不能要求我们超越法律去作为的。那你支持现在修法吗？那个中共在这个就是一样嘛我们我觉得这样。立法院，我们还是有时候我们要相信这个制度嘛如果立法院会过，那我们就皮亚莫我们是遵守但是你立法院要过，所以我态度这样。所有这些集会游行，我还是要求台北市的警方依法行政。市长北农的常务董事王庆聪，他占据市场的黄金地段20-30年，那现在这一件事情也要处理。那昨天骂过了，我说这不是鱼肉乡民吗？所以该办就办这个依法一样嘛如果法不对，我们就修法如果法是在那里我们为什么不依法行政呢？所以不对就是不对。我昨天已经交代那个市场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市场处会怎么处理？那就不要给他占就这么简单市长，那你什么时候要跟宋主席见面？人家想要见我所以他现在对你还是很不会了老人家过几天就会 calm down 了。好。
可亲民党很多人对你有意见，没办法啊，这墙角没有啦，这个我会说明啊，这实在是我都是我的人事案都是，有的都是被你们媒体爆出来，我们在紧急善后才会搞成这样的。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姐啦。今日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上新的现场消息，继续要来关心宜兰南方澳跨港大桥倒落来，国防部全力斗相共救人，部长严德发拄则冇说明上新的进度。南方这个他桥的整个的搜寻跟航道开辟的工作啊，总统非常的关心，所以我今天来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指导我们的国军整个的救灾的部队。总共大约有300多个人，那包含了有各项的 M3 福门桥，还有水下作业大队。我们现在目前救援的工作概略分成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搜寻2位失踪人员，现在协助港务公司宜兰县政府消防局继续来搜寻这2位，这是一部分。另外第2部分主要就是要协助在此地的渔民恢复他们的生计，紧急要开辟一个安全的航道。刚刚我们也做过研讨，我们军方的 M3 福门桥总共有5辆车，在内港有2辆另外有3辆在外港。因为今天早上发现这个桥有向内港倾斜15度的状况，所以在内港的作业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 M3 福门桥要调度到外港来作业。那水下作业大队会配合M3 福门桥到达外港之后，立刻就下水他们已经完成侦查，下水去清除水底的障碍物，包含排除原来在桥上的有4道栏杆，另外还有绳索、钢索都在水底下，这些障碍物都必须要清除完毕之后，那预计开辟。水面是10公尺宽，那水深是5公尺，大概10×5的一个航道。我们希望尽快能够开辟，我们也希望能够1天就能够完成，把这个航道开辟，能够方便渔民的生计，让它能够进出。开辟之后，我们会视状况，计划能够开辟第2航道在旁边右侧的部分能够再有一个航道的开辟，能够更方便渔民的进出。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子我们国军尽快能够去做，协助渔民能够恢复生计。那请问，所以那个桥的底下，因为它断下去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航道切割有水下作业大队，他们有分4组，目前有25位水下作业大队，从苏澳到基隆，水下作业大队海军人都来支援了25位。那么切割完了以后，我们会由 M3 福门桥的吊杆由水下作业大队会配合，把水下的障碍物来让它捆绑之后，从水下来吊挂到平台。所以 M3 福门桥完全是扮演作业平台支援的一个角色，双方会做配合，这个都已经经过讨论，是没有问题。我们会加快速度。这本来是有设想要用爆破，但是怕这个桥会倾斜，对不对？这刚刚讲的是风险之一，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有2位还没有搜寻到，这个时候如果做爆破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用水下切割的方式开辟航道是最快的速度。
所以等于是水下切割航道跟搜救两同时进行，是现在目前这种。切割大概我们预判中午时间，外港的3辆的M3福门桥，从外港下水，现在我们在开辟它的涂设点。下水之后，水下作业大队上了平台就可以开始作业。我们连夜会赶工，谢谢大家。所以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我们预计希望能够1天之内能够完成，尽快。是。现在从下水，从水下作业下水开始作业，我们希望尽快连夜。加班连夜赶工，能够把这航道能够开辟。明天中午。是，希望这样子。这工程部分，我想由港务公司他们会去评估啊。我们这个救灾的小组是整个地方政府还有工程单位一起来做的啊。我们军方刚刚跟大家报告了，我们尽快加快速度，现在目前能开辟航道。谢谢大家。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比较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吼。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要来关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和台南分署，伫咧台南地检署做伙拍卖查考物，唔有一般的汽车、奥多摆、手表啊，也有册，另外还有跑车和米零的轿车，三台拢总价值上千万。一寡人早起时来到现场，准备要标，上尾3台高级车卖57万，若上贵的卖130万。标着跑车的人讲，要甲车送互已经有新的某来当做礼物。搁再来看到，这是普悠玛火车排练的这个意外，到新历10月21日，要过1年。今日地方法院团尤金忠、吴英钦，也有刘灿宏3个人，和事件相关的受害者出庭来说明。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您一起来看到普悠玛事件今天首度开庭。普悠玛翻车意外10月21号将要满1周年，可以看到地方法院这边上周五才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5大疑点的普悠玛司机尤正仲，他在8点的时候呢是已经提前进入到法院了。而台铁综合调度所的所长吴荣清，以及负责普悠玛列车采购的台铁局机务处前副长柳灿荣，稍早呢他们是陆续来到了法院，通过层层的安检，可以看到他们的情绪是相当平静的。而这一次法院除了传唤台铁涉案的3个人以外，还有相关的受害者家属，今天也会出庭进行说明。被问到有什么话想要对尤正仲说，受害者家属没有多做表态。尤正仲已经进去了，你们有什么话想说吗？没有，我们就开完庭再说。好，谢谢。这一次的普悠玛开庭总共会有7位告诉人以及3位被告，详细的开庭结果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比较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
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不过阮堂弟嘛，拄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仔拢转来啦。大家真认真咧准备这两件大代志。阮大家子孙拢有友好，感情嘛真好，父母有恩爱，厝内底吼拢真幸福啦。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啊。我即马搁在生，也袂娶。若有人要介绍女朋友我，也是可以的。好小啊！请大家5月26号来阮家和阮请。至于要先包白包还是洋包？10月14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翕台是中后节期抽好册活动，新历9月24拜日起到10月17，翕你含台是中后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这个活动的铺文，都有机会甲杨丽花中后节期好册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下暗8点，杨丽花歌剧中后节期。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五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盗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五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回归台视杨丽花歌仔戏忠孝节义。你刚刚救到是故意，牺牲你家己的死啊！看小宫女如何在后宫中惊险求生，一路过关斩将。延禧攻略。是我的危险，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今年最热播超烧脑神剧，考验你看戏的能力。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叛徒抓到了，我想死了！带出来！男神降临找麻烦，小资女能否逆袭成功？男神时代。我不会真的是喜欢上明天爱的吧？乖乖女竟然变身为超级网红，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没有不可能的事。网红的疯狂世界，只要你愿意，我会让你不再骗你。相当好戏，给你好看，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仔日阴暗8点到10点，台视杨丽花歌戏中后节义。自从 Cindy 公布要跟安安 PK 之后，每天固定有一票铁粉私讯放话说要给安安好看。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状况？没有啊。总之你注意安全。哎，李安安，李安安，小命，李安安呢？他哪里啦？去厕所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不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
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毋过阮堂弟嘛，拄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仔拢转来啊。大家真认真咧准备这两件大代志。阮大家子孙拢有友好，感情嘛真好，父母有恩爱，厝内底吼拢真幸福啦。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啦。我即马搁在生，也袂娶。若有人要介绍女朋友我，也是可以的。好小啊！请大家5月26号来阮家和阮请。至于要先包白包还是10月14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迄台是中孝节期抽好册活动，新历9月24拜二起到10月17，翕你含台是中孝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这个活动的 po 文，都有机会甲杨丽花中孝节期好册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下暗8点，杨丽花歌剧中孝节期。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五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到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五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新闻上尾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宜兰南方澳啊跨港大桥，昨下午9点半，强规个报落来，带到3只渔船啊。代志发生到今已经超过24点钟，为昨暗差不多要翻点11点，一直到早起时8点48分，拢总找到4具尸体，另外还有2个人失踪。另外统计拢总这件意外引起10个人受伤。有关这件代志上新的发展，还有搜救上新的进度，请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晚上好，欢迎收看10月2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南方澳跨港大桥断裂，搜救人员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45分，陆续寻获了4名罹难渔工，目前还有2个人失联，现场的搜救持续在进行中。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把握黄金退潮期，拖出渔船，切割船体，不放弃任何的希望。而最新消息是，目前已经把昨天拖出放在13号码头的新台盛266号绑上了绳索，准备利用浮力带将船只撑高拉回岸边。潜水人员趁着天亮能见度佳，持续在南方澳跨港大桥打捞，又发现罹难者，最新死亡人数攀升到4人。I don't know, but 2 person
两个无朋友啦，两个朋友真是一个有花，一个也袂做。这边啊，同乡哭红的双眼，难以接受噩耗。而寻获遗体的地点就在新台盛266号旁。江姓船主整夜没有合眼，听到消息飞奔到现场。打到底有看到网啊？你机枪就一定跟伫底无啦，网啊，即摆还挂网啊，网啊，即摆有跌脱开无？你一言我一语，想尽全力帮忙厘清海底的状况，双重确认依旧失联的2个人有没有可能还受困船里？河畔搜救进度彻夜马不停蹄。1号晚间11点18分，东岸豆腐甲桥下新台盛366号拖出第一具遗体，是印尼籍渔工。16分钟后，相同地点又找到第2名菲律宾籍死者。隔天凌晨1点31分，西岸13号码头旁新台盛266号再度寻获第3具渔工遗体。事发24小时后8点45分，8号码头又传出第4名罹难者。初步统计，总计4死2失联，10人轻重伤。那针对持续搜救跟后续调查事项，应该有的一些赔偿抚恤，所有的这些权益，我们也会来从优。交通部长林佳龙现身关切，强调已出动陆海空，把握黄金退潮期下探，拖出渔船，破坏切割。目前266号已绑上绳索，要利用浮力带把船只撑高，拉回岸边。现在266、366都还有一个，对，希望找到人了，对他们有个交代。大钢牙等重型机具全部进驻。